維多利亞港嘅煙花，相信好多人都睇過，但係你有冇試過唔使同人逼，唔使抬頭望，自靚嘅煙花就喺你眼前綻放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美美假期豬豬。今次嘅煙花表演質素真係冇得頂，我哋美美假期專門準備兩地獨家觀賞玩法，直觀感受來自唔同國家嘅煙花喺你眼前綻放，揀邊一款都咁正。第一個直上澳門塔58層觀賞台睇國際煙花 show， 第二個獨家包澳門環島遊船，去上360度零阻礙賞煙花。重點嚟啦，我哋仲有獨家專場澳門塔海鮮自助晚餐，食自助晚餐之餘，仲可以坐靚位睇煙花，味覺視覺雙重享受。係咪覺得呢一個體驗已經好正呢？為咗滿足唔同街坊嘅出行需求，我哋仲設計咗4條唔同特色嘅澳門煙花出遊線路。如果你係為食嘅團友，咁呢一條中山江門澳門純玩3天團就啱晒你嘅胃口。名廚 Vicky 主理古法雅燦雞、兩大隱世園林私房菜、兩大海鮮自助晚餐等等，全程食足10餐之多啊！保證騰足美味。中意影相打卡，咁澳門、珠海、中山呢一個團肯定啱你心水啦。除咗可以影住靚嘅煙花表演，第二日我哋仲可以去打卡如同漫畫入邊嘅崖口千畝稻田，打卡秋日嘅自然風光。如果想要住得舒服又想嘆美味，揀呢一個珠海、澳門2天團，入住國際品牌華比達安可酒店，嘆兩大自助餐，深度遊覽珠海特色景點。想 hea 住嚟放鬆，就揀呢一條珠海、澳門3天團，2晚連住珠海萬悦酒店，酒店配套健身房、泳池等等，附近行街宵夜超方便，輕鬆 hea 住嚟玩啦！咁正嘅澳門煙花出行線路，你中意邊一條呢？想報團留低你嘅 WhatsApp 電話熱線26501628，或者到我哋各大門市分行報名啦。